乜嘢係褻瀆聖靈嘅罪呢？褻瀆聖靈嘅罪係好危險嘅罪，因為由主耶穌親口講，褻瀆聖靈嘅罪永不得赦免。故事係講到法利賽人見到主耶穌行神蹟趕鬼，佢哋竟然話主耶穌趕鬼係靠住鬼王，而唔係靠住神嘅能力，唔係靠住聖靈。所以主耶穌就講咗話，佢哋犯褻瀆聖靈嘅罪，必不得赦免。咁樣我哋點樣可以解讀到咩為之褻瀆聖靈嘅罪，不得赦免嘅罪呢？我哋可以嘅，由呢一個希西家一路落到約書亞，我哋就睇到原來喺舊約都有近似嘅情形。希西家王敬虔愛神，係少有嘅好嘅猶大皇帝。佢甚至得蒙神嘅眷佑，185000亞述大軍兵臨城下，圍困耶路撒冷。但係希西家求告神，神就派一個大能嘅天使，一夜滅絕呢185000嘅亞述大軍，解咗耶路撒冷同埋希西家嘅大噩耗、大厄運。再者，希西家後尾生瘡，就求告神，神就為佢醫治，使佢多咗15年嘅壽命，唔需要馬上死亡。不但如此，為咗彰顯神應允佢救佢，使佢有多15年生命嘅呢個應許，神應希西家嘅要求，將日晷倒後行10度。我哋就見到神的確非常之恩待希西家，但係當希西家一死啫，佢個仔瑪拿西馬上翻去做嗰啲拜偶像啊，使佢嘅兒子經火啊，拜巴力啊，各樣可怕嘅罪。瑪拿西唔係未睇過希西家點樣蒙神嘅福，蒙神嘅拯救，大能嘅膀臂嘅拯救，亦都應該喺希西家嘅教導之下熟讀聖經，竟然背叛神，結果整個猶大國都陷在罪裏。瑪拿西死後，佢嘅兒子亞捫王亦都一樣係咁差。結果後尾亞捫王死埋之後，佢嘅兒子約西亞登基，佢登基8歲，作王31年，39歲就死啦。但係喺佢嘅在位期間，佢力行各樣信服神，搗毀所有偶像，搗毀所有神像，專一敬拜神嘅一位王。但係喺聖經記載，神並沒有因為佢再將猶大國返神嗰度而息怒，神依然要審判猶大國，就係因為喺瑪拿西年代、亞捫年代，見住佢哋嘅王希西家點樣求告神，解猶大人被滅嘅厄運，猶大國被滅嘅厄運，亦都睇到希西家王點樣可以多15年壽數，日晷點樣逆頭而轉，但係佢哋竟仍然無視神嘅權能、神嘅憐憫、神嘅恩典，再返去拜偶像，舉國都返去拜偶像。所以神就對約西亞王講：
唔會寬恕猶大國。結果約西亞王呢個好王39歲就英年早逝，使到猶大國再陷喺罪中。如果約西亞王唔係咁早死，係譬如70歲死，再治理猶大國多31年，呢一代人過去可能係有機會，但係神根本唔俾呢個機會，早早就使約西亞王39歲就死亡，使到呢一個佢嘅德政，敬畏神愛神嘅德政無法延續，猶大國再次墮入拜偶像、拜巴力、使兒子經火各樣可怕嘅罪，結果猶大國被滅。由呢一點我哋睇到，原來如果我哋係得神好多嘅恩惠，見到天國嘅能力，見到神嘅權能同榮耀同愛同各樣嘅美德，而且我哋都熟讀聖經，知道所有嘅神嘅話語嘅呢一個總體嘅嗰個教義，而仍然執意唔行神嘅道，甚至逆住神嚟行，就好似希伯來書6章同10章故意犯罪，亦都係嘗過天恩之味，知道來世國度嘅權能，仍然輕看主耶穌嘅救恩，就係將主耶穌重釘十字架，亦都係將神嘅主耶穌嘅血看為平常，我哋就會犯到呢一個褻瀆聖靈嘅罪啦。所以勸勉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係有呢一個咁嘅過犯嘅傾向，你係一位非常之知道神嘅權能、神嘅榮耀、神嘅大能、神嘅各樣美德，同埋對你嘅憐憫、對你嘅愛、對你嘅恩典，而亦都熟讀聖經，但係你竟然故意去犯罪，故意去敵擋神，無論咩原因，你係驚人又好，或者貪財又好，貪美色又好，乜都好。如果係咁，我哋就冇機會㗎啦。所以嗰啲喺呢一個神裡面得着極大恩惠嘅人，要格外小心。願所有基督徒，如果你係自以為重生，見過神好大嘅能力，見過神好大嘅榮耀，見過神好大嘅恩惠，而亦都知道聖經嘅權能，即係對聖靈係有份嘅，你竟然係背叛神，唔行神嘅道，你必然冇辦法得着赦免，所以要謹慎。我自己都有呢個傾向。我明知特朗普佢轟炸呢一個伊朗嘅核設施，嗰個深起好深嘅山窿裡面嘅核設施，用呢一個破地堡炸彈去攻擊係啱嘅，因為以色列冇咁嘅能力去攻擊呢個地堡，但係美國有，所以特朗普就為咗美國，亦都為以色列攻擊伊朗係啱嘅。但係我並冇咁樣講，我仲話特朗普係好似講到唔啱一樣。呢個係我嘅罪，我要認罪，唔應該怕呢一個人，而要怕神。就好似喺呢一個加拉太書1章講到，我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，還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？若仍舊討人的喜歡，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。所以弟兄們，如果你係熟讀聖經，又知道神來世嘅國嘅權能，知道神嘅大能，知道神嘅榮耀，知道神各樣嘅美德，而你係故意無論係咩原因都好，你係貪財、貪色、貪榮耀，或者懼怕，或者係
偽善，乜嘢原因都好，如果你已經知道呢一切，確信呢一切，你仍然故意行你嘅路，你將會冇呢一個救恩。我亦都要喺呢度深切咁認罪悔改，要勇敢，要勇敢，要勇敢，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願主耶穌繼續為我加力，就算面對任何險阻，都要講真理，唔好害怕人，要害怕神，因為人只可以殺身體，但係神可以將我哋嘅身體同靈魂一併滅在地獄裏。願我哋都敬愛神、敬畏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